你架揸咗10幾年嘅咩卡羅拉定係軒逸啊？可能真係攞去報廢，仲平過你賣俾我。商務部最新嘅政策，你部舊車攞去報廢換電車咧，係有2萬蚊置換補貼嘅，換油車都有15000蚊，好過你幾千蚊攞去賣啦，係嘛？所以直播間好多人問我，哎呀，我嗰10幾年幾廿萬公里嘅前七，你幾錢收啊？所以接落嚟有大動作啦！廣東廣播電視台聯合我哋廣州市汽車服務業協會咧，喺北京路要辦一場2024嘅越秀汽車消費嘉年華。如果未諗好報廢之後要換咩車嘅，咁啊9月5號到8號期間咧，北京路就約定你啦。到時會有主流嘅各大汽車品牌，包括我哋嘅新勢力，喺呢個曾經老港最繁華嘅地方啊，俾大家一邊行街一邊逛展。咁啊，當然唔係個個部車都要攞去報廢嘅，有啲仲係有啲價值嘅，賣俾我咪得咯。買二手車冇補貼，但係你賣架二手車俾我，再買架新車，你一樣有補貼嘅。但係呢個汽車以舊換新實施補貼細則咧，有效期係到2025年嘅1月10號嘅。咁啊，所以你架車仲未去報廢嘅話咧，咋諗啦吓。如果驚流程複雜咧，唔怕，記住9月5號到8號去北京路揾我就得，揾現場各大品牌嘅工作人員都可以。邀請函我已經收到啦，紅頭文件嘅邀請函我都第一次收，即係下個禮拜4嘅夜晚7點咧，喺北京路係會有一場今次消費嘉年華嘅啟動儀式嘅。咁啊，歡迎各位支持輝少嘅網友，9月5號晚我哋北京路見。